80後斜槓一族，時間自由，財務自由，呢一切係由一個決定開始嘅。但喺嗰個決定之前，我係一個文職仔，人工唔高，工時長，完全冇方向。今日我想講嗰一晚發生咗乜嘢，令我由一個冇儲蓄、冇技能、冇目標嘅人，行到今日時間自由、財務自由。如果你而家喺度問自己，我係咪就係咁噶啦？呢條片就係為你拍嘅。我20歲開始返工，每日返工放工瞓覺，跟住又係返工，唔係唔努力，係根本唔知努力去邊度。人工係咁，前途係咁，感覺係咁。有一日朋友介紹我睇一本書叫《秘密》，佢話呢本書改變咗佢。我睇完之後，書入邊有一句嘢撞咗我：只要相信便能睇見。我問自己，我想睇見咩？我坐咗喺度諗唔到，因為我根本從來冇認真諗過。跟住我做咗一件事，我問自己，如果10年後回望，我會見到咩？答案係同而家一模一樣。我唔係怕失敗，我係怕後悔。呢兩樣嘢好唔同。怕失敗會令你唔喐，怕後悔會逼你行。嗰一晚我決定唔再等，由4步開始，我叫佢做4格起步法。第一格，強迫自己儲錢，唔係話有剩先儲，係出糧當日自動轉走800蚊去另一個戶口，眼唔見手唔喐。800蚊唔係好多，但係我人生第一次有意識地儲錢。有意識同冇意識係兩個世界。第二格，用下班時間自學，唔係報課程，係睇書、睇 YouTube、投資、運動科學、創業，乜都睇。第三格，考運動教練資格，唔係即刻辭職，係先多一個技能，多一條路。第四格，接 freelance， 放工之後教班，學點溝通，點定價，點交貨，呢啲係學校冇教嘅嘢。4格唔係同時做，係一格穩定咗再加下一格，唔係豪賭，係砌積木。最難係頭半年，朝早反正職，夜晚自學，周末 freelance， 有幾次差啲放棄。每次想放棄，我就問自己嗰條問題：10年後回望，你想見到咩？個答案每次都係一樣，逼到我繼續行。呢個答案嚇親咗我。第一個月戶口多咗800蚊，唔係好多，但係我第一次感覺到自己係話事嘅。第一個 freelance 學生收咗幾百蚊，唔係因為錢，係因為有人願意俾錢俾我，代表我有價值。跟住係投資，用儲落嘅錢，第一次買咗 ETF， 第一個月輸咗錢，但我冇走，我留低搞清楚點解蝕。大概係開始後第3年，教練收入開始穩定，我請咗2個兼職幫我處理工作，自己嘅時間多咗。有一次正職突然裁員風聲，同事人人自危，我發現自己係平靜嘅，因為我唔係只靠一份工。呢個 moment 令我真正明白，穩定唔係一份工俾你嘅，係你自己建立嘅。大概18個月後，戶口第一次見到4萬5，唔係靠一次大贏，係靠不停咁儲，不停咁學，不停咁行，唔係好多，但對一個由零開始嘅人嚟講係好多。就好似練身體一樣，你唔會練1個月就有6塊腹肌，但係你唔停，身體一定會變。財富都係，今日你可以做嘅一件事，出糧嗰日 set 定一個自動轉賬，金額係人工嘅1成，去一個唔會亂喐嘅戶口，唔使多，唔使完美，開始就夠。留言講我知，你而家最大嘅障礙係乜？係唔知點開始，定係唔夠錢，定係唔夠時間？你嘅答案會直接影響我之後拍咩題目。下集我會講3桶水自動儲錢系統，點樣唔靠意志力，用一個方法強迫自己儲錢。如果你覺得自己根本冇錢儲，下集就係為你拍嘅。我係斜槓爸爸，下集見。